家好，我係東華三院行政總部嘅防火隊長華哥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總部消防要點同逃生安排，提高大家對防火嘅意識，令大家工作時更安心。日常注意事項：一、離開辦公室前關上所有不必要嘅電器。二、唔好使用過多插座，要留意電器負荷，如有損壞，立即通知供應商同停止使用。三、不要儲存易燃物品。四、保持通道、走廊、樓梯同電梯大堂暢通無阻。五、保持防煙門關閉。六、茶水間除返熱食物外，不應煮食。七、確保所有電器連接同運作正常。八、唔好阻礙消防設施，切勿將家私或文件架阻擋消防灑水系統及消防喉轆。九、所有員工應熟悉滅火筒、滅火設備同逃生路線嘅位置。請記緊，防火係每位員工嘅責任，部門代表會適時抽查員工是否有遵守呢啲預防措施，確保安全。防火救援安排：如果發現火災，應該點樣應對？記緊保持冷靜。一、立即打破火警鐘掣嘅玻璃，啟動火警鐘。該裝置喺邊度？可以查看樓層平面圖。二、立即撥打999，話俾消防員知火災發生嘅位置同嚴重程度。三、通知部門嘅消防糾察或其他職員。四、通知管理處內線7791，俾管理處同事進一步處理。五、如情況允許，可以使用附近嘅滅火設施滅火。最後，如果火勢太大無法控制，應立即逃生，使用最近嘅逃生出口同樓梯離開，切勿乘坐升降機，安全至上。請記緊，見火不慌，有條不紊。最後，等我哋說明一下安全疏散程序，避免發生混亂。首先，聽到火警鐘聲，大家記緊要保持冷靜，盡快用最近嘅逃生出口同樓梯離開。記緊，唔好跑，唔好搭升降機。除咗照明燈之外，離開之前記得關上所有電器。所有人離開後，記緊關上所有防煙門。逃生時唔好攜帶大件物品，如果時間許可，離開前應將重要文件同機密資料妥善鎖入鐵櫃裏面。如果你喺升降機裏面，唔好驚慌，保持鎮定，可以用升降機內對講機同管理處職員聯絡，然後等待救援。如果樓梯有煙，立即改用另一條樓梯逃生。如果所有通往街道嘅樓梯都唔安全或者無法疏散，員工應該利用貨 lift 旁邊嘅樓梯疏散到天台，並盡量引起消防員嘅注意。假如冇樓梯可以安全通過，應返回你嘅寫字樓，或者找尋安全地方躲避，立即致電999通知消防處你被困嘅位置。各部門消防糾察，請留意有冇同事仍未離開。喺安全嘅情況下，可以檢查洗手間同會議室等地方。最後，所有人記緊沿行人路步行前往荷里活道公園集合，到達後聯絡自己部門嘅消防糾察報到。各部門代表如果發現有同事未報到，應立刻向現場消防指揮官求助。消防糾察成員同各部門代表要多留意身邊有需要嘅同事，如有懷孕、身體不適或行動不便嘅同事，可以先去最近嘅樓梯等待其他同事幫忙，發揮守望相助嘅精神。各部門代表記緊將防火指示嘅通告貼喺通告板，提醒同事，俾大家熟悉走火路線。請大家務必學識防火、設施、逃生線，記得安全第一啊！